你边的人讲平安，平安。感谢主，伊个赏赐新的主日，互阮会当来敬拜伊。特别今仔日是感恩节主日，咱用感恩的心来献上感恩。咱要开始之前，来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赐稳定的主，你个是听阮的主。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互阮无受到沉沦，主啊，互阮的性命因为你奉献。主啊，感谢你，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因为祈祷是你赏赐互阮上水的礼物。主，阮要轻调伫你的面前，常常向你祈祷，常常向你来学乐。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用感谢的祭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帮助阮，会当专心来祈祷，专心来敬拜你。主，我们将下面阮今仔日两顿的敬拜，拢交托伫你的手。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无罪名来求。阿门。咱来吟这首诗歌，我心充满感谢。充满感谢，我心来感谢，主耶稣你的听头，伊听我声命我所有想的你。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受死，你引我到至心，要学落日那天来付出来采野，付出就成为我。小小的困求，我的真家己，我虽然不经济，我就比你重要，来做你的基督，就接受我奉献。第诗篇51篇第10节17甲17节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所爱者是忧伤的者，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咱这个时阵，咱阿头为着咱的罪来认罪，伫咱这礼拜中间是咱的生活中间，求主光照咱，咱若得失人，也是咱讲话无欢喜，互主无欢喜，咱拢。主来认罪，是主阮伫你的面前敬阮的罪，愿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思意念完全互主你来掌管。主你是阮的主，你是引带阮的主，阮的微小的人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阮，改变阮的心思，互阮思主，得到主你的欢喜，愿主阮来家己用伫你的手。感恩节的时阵，咱要向上帝来感谢什么？咱捌思考过无？咱要甲上帝来感谢什么？有时咱会讲，这一切努力拢是我家己来。我有一个同事，伊讲，伊还袂要信耶稣，伊感觉讲，我所有的努力拢是我家己来，开是上帝帮助的。所以咱也无。
去回顾上帝恩典的时阵，咱会感觉是家己的熬。其实咱慢慢去数算，你去想，伫感恩节的时阵，咱搁一摆去想，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其实有足侪作为，有足侪帮赞，有足侪恩典。所以咱爱常常献上感恩的祭，常常甲上帝感谢。我会记得以前我囡仔时阵，有一个老姊妹，伊若跋倒的时阵，就讲感谢主。我细汉的时阵想讲，跋倒也要感谢主，足奇怪。尾仔我大汉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凡事感恩就是安尼。因为伊讲跋倒，伊无受伤，所以就是感谢主。咱看圣经内面有两段下面，好来，咱来圣经对第4篇，那会当咱做伙来读。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得伊一切的恩惠。第2段，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感谢是上帝予咱的旨意，所以咱要常常感谢。所以这是邀请咱每一个人来思考上帝伫这年内面所有的作为，甲对咱的恩典，咱做伙来献上感谢。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是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有的作为，你是慈悲疼痛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宠伫阮工作、阮的家庭、阮的经济每一个顶面来帮助阮，主感谢你，感谢你丰富的主啊，阮献上感谢，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你。哦，上帝，我奉献。感谢主，互咱明白伊；感谢主，互咱有家庭；感谢主，互咱有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会当成做伊的百姓；感谢主，你会当有工课；感谢主，你有健康的身体；感谢主，你会当服侍伊。接着，咱要来为边听中的兄弟来祈祷，为教会中大业的兄弟姊妹家庭来祈祷，嘛为着教会内面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来祈祷。特别咱互相为着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祝福，咱做伙开喙为这3项来祈祷。是主耶稣，我要将教会边听中的兄弟姊妹，搁一摆拥抱着你的手，恳求你保守因，看顾因，互因伫边听中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哈利路亚，主啊，伫边听中的暖流，主你拢知影，恳求你赐落伊伫个内面伫阮教会内面，看边听的兄弟姊妹，主啊，特别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面对的困难，就主耶稣，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主啊，谢兄弟姊妹伫边听中，因需要你。主啊，相信你听见因祈祷的声音，主啊，因祈祷的声音你拢接纳。主啊，虽然边听中有软弱、失去信心、失去愿望，但是主啊，恳求你的恩典甲因三角之地，常常扶持因。
包括因陪伴厝内面的人，祝你赐着快乐，赐着信心，赐着望，互因咧陪伴的时阵，因为我靠主得到能力，得到稳定。主啊，为着原教会内面一需要伫经济顶面，也是家庭有任何的需要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愿是阮的主，你的平安，甲因每一个家庭三角之地，互因有欠缺的时阵，丰盛的主，你来供应因。特别伫大业的兄弟姊妹，你嘛来赐福因，互因有一个好的工课，互因伫生活中无欠缺。主啊，我嘛为着阮每一个家庭，诚做丰盛认捌你的家庭献上祈祷。特别遐毋捌你的囝儿逝世，主啊，愿你将遐捌你的目睭拍开，捌你的心门拍开，互因会当来认捌你，诚做因一生的祝福。主啊，愿你祝福阮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家庭拢要互主你兴起，所有的家庭拢要诚做一个认捌你、军队你脚步的家庭。愿将每一个家庭交托伫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所接要为着传福音来祈祷，咱为着12月15受洗兄弟姊妹甲 Best 来祷告，为着求主来坚定因的心，嘛为着咱富强教会当诚做传福音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也为着咱台湾的百姓会当认捌真神。求主来掌权破除偶像崇拜的迷失，祝福咱台湾的百姓会当来认捌福音。咱做伙开嘴为这三项来祈祷。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感谢你拣选阮会当遮敬拜你。当阮领受这福气的时阵，祝阮搁较爱阮台湾的百姓，甚至阮身躯边的厝内面的人，拢来认捌你。主啊，阮愿你掌权伫台湾这个土地，人毋捌你，还佫伫咧崇拜因所崇拜。主啊，帮助因会当来拍开心门来认捌你。互因的耳孔会当听到你的福音，互因会当紧紧来跟对你，因为跟对你要诚做因的福气，跟对你要诚做因的稳定。主啊，愿你来帮助，互台湾的百姓会当离开遐毋对的崇拜，互因会当认捌真理，也帮助阮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心志，互阮愿意来为主来做工。为主来传福音，将你的福音传遍所有的所在，互伫阮身躯边的人，因为阮来认捌你。主啊，祝福阮的性命，互阮的性命活出主你的香味，因为阮来得到较侪灵魂。愿将阮所有少年伫阮心内的兄弟姊妹，也还未信你的人献上祈祷，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所以咱要来为着今仔日2堂的礼拜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的牧师来祈祷，为着咱的兄弟有敬虔领受的心，为着咱各团队的服侍，求圣神来充满咱，来保守咱，互咱每一个服侍真正诚做主所欢喜的服侍。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奉你的名来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拢有圣神你的同在，主你的圣神
神的印带伫内面。愿你祝福阮的牧师、谢牧师，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会当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有新的认捌，对上帝你的真理有新的认捌。主，你是大君王，恳求你掌权伫阮的礼拜内面，甲阮的会友的心思意念，互阮安静心来领受主你的教导。主啊，愿你也帮助阮每一个团队的服侍，拢会当合一，互阮谦卑来服侍每一个阮所爱服侍的。主，阮要将阮今仔日的服侍仰望伫你的手，将阮每一个人仰望伫你的手，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座位，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后尾咱请起立，咱做伙过来唱这首歌。来
刷接咱来吟新圣诗19首。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你是大恩、大能、大开力的主，所以阮来到你面前，袂今日用专心专意来唱出感恩的诗歌、乐的诗歌，也通过这歌声，阮明白主你的疼是何等的大，我来对心底唱出感恩的心。因为上帝你的大能，通过我的感恩，你要继续施恩赐福伫阮。感谢你，予阮这个福分真侪你的囝儿；感谢你，予阮有份参与伫富强教会，真侪你的门徒差遣，通为主来见证传福音。感谢你，予阮做伙甲一群听主、听人三甲同心合意的兄弟姊妹，同心自的敬拜。这是阮生命上大的恩典甲福气。愿主圣神伫阮中间，这礼拜毋是只干那仪式礼式，是因为圣神伫阮中间，互阮充满着对你来属灵的快乐、呼召甲恩典。愿这个敬拜，你的听伫阮中间，互阮逐个人拢互主所蒙着，心灵拍开，看见上帝你的听是何等的大，祝福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你，阮将礼拜交托你，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是愿徛地，咱同心要来纪念吼，这个尼西亚圣经啊，咱来一段一段做伙来读，做伙来。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
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伫本州比列岛任内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愿信守护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共同信的教会，愿各买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各活，来世活命。阿门。感谢主，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煞接的礼式，牧师做一个小小的报告。咱拄则所读的这个尼西亚圣经吼，是主后325年通过的，325年。意思就是明年吼要纪念1700年。这个信仰告别是通过所有的教会所认可的。意思讲，全世界的教会拢认可这个尼西亚圣经，所以我真期待咱毋是干那读了，咱有机会会当，咱的新圣诗的顶面拢有这个尼西亚圣经，咱来甲读。等于这篇的信仰告别，就是你的信仰的基础就对吼，来学习。第二，咱小等的讲道后，咱的吟诗了后有一个异地的祈祷。这是咱同心自执的祈祷，就是咱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个需要代祷，无论是肉体病痛、心灵软弱的。所以咱请有兄弟姊妹，伫4楼、5楼兄弟，咱伫咧吟诗的时阵，做伙来到主面前，同心自的祈祷。咱也为请代祷团、咱的长老以及小组长准备来做服侍，因为上帝看重是每一个同心、渴慕追求甲代祷的人。咱下面时间到，咱的诗会。启用，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17篇，诗篇65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关押残垣，收平土地。你使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木嘛有油在滴。草木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世上万美的源头。伫圣的主日，愿带着感恩的心，三甲自集伫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你的作为伟大奇妙，超越过人所通想象。感谢你伫一年四季的保守甲供应，好亲像拄则所启用的，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搁伫日出日落的所在，你眷顾土地，互土地肥嫩，攻击五谷。愿要为着生活中一切所领受的福分，来向你献上感谢。
感谢主，互阮生活伫丰丰富富的稳定中。人民人的主上帝，阮也要恳求圣神亲自来感动感察，在阮家己有罪的人，阮的自私、骄傲、无够疼人，也常常忽略你对阮的呼召。恳求主怜悯赦免阮，洗净阮的心灵，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灵，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使阮快乐。特别伫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愿你坚固阮的信心，明白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心意甲形象来活。亲爱的主上帝，阮也要感谢你教导阮数算家己的日子，回顾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甲带领。无论是伫欢喜的日子，或者是经历艰苦的时刻，你的慈爱从来袂捌离开过阮。告诉下救主耶稣基督，成做阮一生的稳定甲救赎，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勇气，通来面对生活中大细项的挑战甲试炼。稳定满满的主上帝，伫这个感恩的节期，阮也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呼召一群听主、爱主的牧者会友，伫1976年，奉你的名，伫台南东区这个有人情味的城市来设立富强教会，佮差派历代好牧者来牧养养饲阮。正阳群伫这个充满疼的富强大家庭，彼此三服侍、三成长。阮三疼，是因为你大声疼阮。阮也要互相激励，照着牧区、团契、小组的传教事工，将这份属天的疼甲救恩来分享出去。因为一切的稳定甲救赎，拢是对你来的。特别迎接富强说到50禧年的感恩节期，阮的奉献，毋那是金钱，更加是阮的时间、阮的精神、阮的才情、阮的专业，也愿主。互富强教会有能力去服侍社区，关怀送乡的，通互你的名伫这个地得到更较大的荣耀。愿主祝福，愿今早起的聚会甲敬拜，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伫你。愿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三甲来强守。第一位的圣经记载伫诗篇50篇14节甲23节。你着用感谢做祭献给上帝，着对至高者谢愿。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在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章第4节到第9节。保罗的批信安尼讲：我时常为着恁在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伊通过基督耶稣使恁稳定，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充满逐款口才甲知识。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建立，互恁拢无欠缺什么恩赐。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伊嘛会互恁坚固直到最后。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上帝是信实，伊呼召恁，要互恁甲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赞美要请圣歌队。今早起所要献的诗歌是：我要唱出主的荣耀甲赞美。吟诗后，请合牧师讲道。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上帝悦纳的感恩节。
上帝悦纳的感恩祭，请咱恭敬来领受。哈利路亚，感谢主。愿圣愿对所吟哈利路亚的歌声，也是每一人对心底对主的感恩。也祝福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感恩节主日哈。咱对长老教会，特别是对战后，就是讲二次大战战后，咱台湾的教会在纪念感恩节，拢有真大的这个有真多活动、真多行动。所以虽然是美国因所发起的感恩节，嘛称做咱台湾教会的感恩节。所以咱甲隔壁请安一下，讲感恩节快乐哈，甲大家祝福一下，感谢主。真感谢主，咱要来领受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做祈祷。听人的主，上帝感谢你，
感谢你，阮伫即个秋天开始凉冷的时，阮做伙聚集伫遮。阮若要对主献上感谢，也要通过这感恩节，搁一遍思考主你的话，互阮的生命中间，成做一个感恩的人，成做一个有属灵气力、对主领受着听的人。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甲气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即摆咱三甲来领受即个主题，讲上帝悦纳。悦纳的意思讲上帝足欢喜啊！若用较特别的话是讲上帝足介意的，足介意你感恩。因为这感恩毋是干一个表达，是像一个献祭，啊是对咱对遮所读的诗篇所来吼。啊，咱小等的下当搁煞一节来三甲学习啦吼。咱下面会学习这个经节，所以对伫上帝来看。感恩毋只干那是一个心意的表达，就是一个祭物，是感恩做祭。咱知影古早献祭毋是随随便便讲我要献祭就献祭，你都要通过祭司，甚至重要的时刻都要大祭司才会当做，表示迄是真慎重非常的严肃。当感谢就会当成做祭物，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祭祀啦吼！所以感谢是真做献祭。伫诗篇50篇的14节到23节，伊讲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上帝悦纳的，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所喜爱的，上帝感觉伊是上大的心美好的心意。咱讲感谢嘛是对至关的行愿吼。台湾人真容易了解什么叫做行愿啦。但是伫民间的社会，行愿的意思通常拢是物质上的。讲你若互我得到吼头奖吼，我就行你偌济吼。你若讲好，我得到1万，我行2万，你就甘愿，大家拢甘愿，毋是啊？你若要得较济，你要行少，大家嘛会晓啊。这无本的生理嘛。对上帝行愿的意思是，毋是物质上的。对上帝行愿，是因为伊奇妙的保守，伊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伊保守你的脚步在我，伊引带你头前的道路，不一定是顺境哦，逆境得到平安嘛是一种的祝福呢。所以行愿确实是一个对心底、对上帝的感恩吼。50章43节伊讲。凡若献感谢做祭，就是尊重上主。伊讲，若是用感谢献祭的人是咧尊重我，顺坦主命令的人，伊要受到拯救。这经节拢是咧甲咱提醒也好，也是咧甲咱教导讲，用感谢做祭，献上感谢的祭，就是尊重咱的主。而且重要是，这所上帝所欢喜的。你知影头一对兄弟该阮献祭，上帝有接纳无？上帝毋接纳呢？所以表示上帝有接纳的祭才是好啊。若无吼，你黑白献都无效，迄是假路的就对啦吼。所以用这个做咱的起头，咱来思考献祭感谢的祭到底伫咱的生命中。是有何等的要紧？哥林多前书1章40到90，拄则咱所读的，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种感恩，对上帝的感恩。所以这嘛是用一个牧者的身份，用一个开拓者，这个宣教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因的所有的表现，用一个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伊就描述，伊写配合哥林多教会，用安尼来描述伊的感谢。伊讲：我时常为了恁得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伊通过耶稣基督赐恁恩典。一个牧者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献祭感谢，这是真宝贵的吼。意思讲，这间教会吼，保罗心底对主来感恩啦。安怎感恩呢？有几啊项伊下面的经节。第一个，伊是讲是，因为主的恩典，互咱伫基督内面，逐项拢富足，而且佫充满
充分的知识甲口才。白话的圣经是讲，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充满逐款的口才甲知识。意思是，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领受到逐项拢富足，吼，逐项拢富足。逐项富足什么意思？一句话若定，就是逐项富足是表示你拢无欠缺，心灵富足，家庭富足，甚至包括你的物质财务嘛富足。这敢毋免感恩？而且佫充满着知识甲口才，意思是伫主的内面，互咱充满着智慧，有迄个喙水，有迄个口才，通宣扬主的听，会当见证上帝的祝福。当第二，伊讲其中是个上好的见证，上好的见证。伊讲伫咧听候基督显现的时，无欠缺任何一项的文书啦。讲恁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互恁无欠缺什么文书，通听候咱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意思是，伫主的内面已经有得到圆满的恩典，逐项拢无欠缺。安尼是表示伫主的内面，即个教会兄弟姊妹领受到即款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第三项讲主要对头到尾帮助咱。互咱伫主的基督降临的时阵，无通指责。意思是主也要持续帮助咱。当主降临，意思讲到最后迄日，到耶稣基督再临迄日，互咱无通指责，是讲无欠点啦，吼，啊无缺失，啊无漏沟，啊无浪占，安尼表示就是另外一种的圆满嘛，吼，一种的圆满。保罗佫勉励这个基督徒讲，信息的上帝呼召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团契。团契这两字咱比作名词啦，所以意思是结连的意思。咱相离团契是一个团契，一个名词哦。但团契内面有团契较要紧，团契内面有三听，有三结连。咱兄弟姊妹三听三结连，叫做团契。若安尼咱甲耶稣基督团契，佫较宝贵。所以，伫保罗先生读的这段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嘛会使讲是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兄弟对心底提一个感恩的祭来奉献予上帝。伊所描述的，就是伊对主所领受的。特别其中的这节吼，我有一个感动啦。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建立伫你中间。牧师若是学亲像保罗先生吼，我讲我伫今年有甚物通感恩呢？为着教会感恩呢？我感觉讲，咱拄完成的第7期的幸福小组，就是一个上水的回应甲见证。保罗为着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献上献祭。伫顶日咱的小组举办福音大会，有一组吼。自然小组伊设计一个桥段，就是一人分一张纸，讲来，咱这个小组员包括咱的这个best， 恁是毋是下这张纸来写3项？你感觉这年来感谢的事？我嘛参加，我就甲写第1项，我讲感谢上帝，你予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常真三听。真合一，热心服侍主，特别是，互咱富强教会有真做一个爱传福音、熬传福音，而且是骨力传福音的教会。我讲这是我其中的一个感恩啦吼。所以保罗先生为着哥林多教会献祭，要讲牧师伫遮为着咱过去这2个月，大家拍拼。招 best 招无队友来教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就是有口才，嘛有知识来传福音。我简单甲咱即摆幸福小组简单用相片，互咱小可影一个，因为有真侪兄弟
无拢伫第一线参与啊吼。咱敢若周报听到消息安尼吼。咱即届拢总有8个幸福小组，有8个幸福小组，就是8组就对啦。啊，我初甲统计，因为还无精密，因为迄周报咧呈现的，有诶即礼拜有班，迄礼拜有班，但是我估计起来，咱伫即2个月中间有接触85个到90。若讲佫有诶来100、200个，那假如我想差不多100位啊，100位诶即个慕道友。参与诶同工吼，当然为共一组啊参加4摆、5摆、6届、7届、8届，有150名。互咱感觉上感动的是，那照场次啊，场次差不多有55场，意思讲，咱的教会伫过去2个月、2个多月有办55场的布道会哦，55场，虽然是真小型，但是大家吼，牧师上感动的是讲，逐摆咱的小组拢会讲，牧师啊，你来甲阮勉励者，甲阮鼓励者，但是我拢想讲吼。恁讲的比牧师较好啊，因为熬见证、熬讲信息，嘛熬带破冰，啊嘛熬带歌。我见讲这55场的中间，有55场的诗歌，有55场的见证，有55场的信息，看起来较像安尼不着痕迹，但是我感觉迄威力是足大，迄是静默当中，上帝在运作的伫咱中间。讲这伫今日感恩节，迄是牧师感觉上好的祭物献互上帝，吼，毋是迄个实际的迄个祭物啦，是即个无形传福音的祭物。啊，当这小组中间，咱来看啊，每一场拢真盛况啦，吼。这组是叫做借力幸福，借力幸福小组是咱以赛亚牧区的。这组是自然小组，用拜5暗。这组是第3组是乐活共学营。这组偌有创意，你敢知影？伊竟然伫网络招生啦，伫网络顶面招生，讲有人要来学才艺的无安尼？啊，也毋捌你啊，毋是招，讲这个是我的8甲招来，是讲你有趣味学这无？啊，咱的密政小组哦，因就是有这个创意吼，用手作来加做招呼人来，啊，而且佫公平的哦。你要来学手作，真欢迎，但是你都要听我讲福音，安尼才会当加做学员安尼，啊，真正大家认真，甚至有人对家己来安尼啦。啊，伫咱中间举行差不多6、7礼拜安尼。啊，因个较有创意哦，第几礼拜都一个1、一个2、一个3安尼吼。啊，那这个是叫做武力幸福，武力幸福，武力幸福是咱的3人小组，啊，因办真多啊，足大型的这个活动吼，啊，逐摆拢真精彩。这个是咱的老院长、老书记院长因呼召新老病院的这个同工作为举办这个启动幸福，因感觉讲，伫病院内底本来就是用传统音做优先。啊，所以伊嘛足重视讲，对外传福音，啊对内嘛爱对遮个员工来传福音，所以伊拢会招一阵啊，遮个较属于主管吼，也是讲伊足亲近的核心的同工，啊，伫遐来传福音互因安尼吼。这是遇见真幸福，是咱的喜乐小组，因办伫咱宛如执事的厝，伫遐办迄个热情的。这个福音活动吼，啊嘛来教会举办这个爱餐安尼。这第七组是好家在幸福，是咱的果子小组吼。哇，因的小组吼，毋是大人哦，囡仔佫较侪安尼，啊，所以等于共一场幸福小组有大人啊，佫囡仔安尼吼。啊，这是因顶礼拜出外的相片。佫一组是遇到幸福，遇到幸福。嘛，这个小组嘛办几啊年啊吼。啊，就遮个贝斯来到教会中间，啊，因嘛做伙举办即个福音的餐会。有诶小组可能筹备也是人员无够，因就是办单场诶，也是2场诶，即个福音大会。
咱的约书亚牧区有这3组信会小组、用作用小组、亚比斯小组，因有的是单独举办，有的是联合举办吼。这个福音的大会也是餐会，嘛是共款招这个 base 来。设计其中的逐个桥段吼，拢准备啊足好势，有的吼巨细靡遗哦，敢若一个幸福小组的活动，也是一个福音大会，迄时间表拢写啊清清楚楚，迄比一间教会咧办搁较认真。搁咱的保罗牧区，因就是直接来办福音的大会，分无共款的时间来办吼。这是慧兰小组，这个是自强小组，这个是这个底波拉小组，这个是咱的这个应展小组，拢办这个单场，等于是单场的幸福小组就对了吼。咱的基甸牧区，今日还咧办，还未完成的，有基顺小组，有基立小组，有基训小组，搁有儿童福音茶会安尼吼，昨昏在办的吼，有的牧师无收到相片，真歹势。因遮的小朋友吼嘛，足大阵就对啦吼。现在即个牧师分享遮的，毋是讲哇，咱办这么热闹热吼，有啥物庆祝的？我感觉上大感动的所在是，咱富强教会已经具备这款传福音的基因、传福音的热诚。传福音的技巧，像圣经甲咱讲的，讲充满着各款的口才甲知识，因为咱耶稣基督的信息已经伫咱的中间甲咱建立啊。这是感觉讲做牧者，其实我拢毋是第一线，拢伫边啊，拢伫陪伴，拢咧看，拢咧甲因応援，甲因拍扑啊，甲因鼓勵。但是我看讲，咱的教会有一阵勇敢的。传福音的精兵，这个爆发力实在是无可限量。若要讲有啥物需要搁较进步的无？我咧感觉讲，咱7、8年来，咱举办的幸福小组已经成做一个真水的形啊！吼，咱家己有家己的文化。那过来较需要是，毋若是小组，毋若是团队，是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知影讲，我是富强人吼。无传福音就对袂着啊啦！逐个人拢会晓传福音，会晓讲信息，会晓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安尼，咱4、500个人就是4、500个基督的勇士。咱真期待这款的这个进展会当佫继续伫咱中间。所以牧师用这个献上感恩祭，那是咱兄弟姊妹，咱来学习讲感恩。就是要互咱的生命更较美好啦，吼，互咱的生命更较美好。咱事实就古早到现今吼，真侪的材料拢是咧讲起讲教人要安怎感谢，用人的角度歹讲吼，迄历代古早有真侪迄古早的语言甲故事、寓言啦吼，甲故事拢用动物咧表达感恩啦，其中有2个吼，真出名的感恩的故事，就是印度有一本古早册，就是叫做《五卷书》。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鸟鼠啊救枪的故事。佮另外，伫咱出名的《伊索寓言》嘛是用动物来做例来做故事，讲是一个高下报恩的故事。这故事可能咱伫这个童话啦，也是伫咱的网络内底拢定来看到。不过牧师用这个来做引言啦吼。伊咧讲，伫咧印度，咱知印度出迄个枪啦，有迄个枪。简单讲是讲一个所在，荒郊野外，拢无人住的所在。足古早都有一群鸟鼠啊，伫遐世代咧传演，吼。迄个风波伫水边。迄鸟鼠会晓挖空嘛吼，挖来挖去，挖亲像一个别庄安尼哦吼，一层搁过一层，秘伫洞内，生活足快乐，一代繁衍过一代，无拍算讲，有一届吼，有一只象王啦，象的王吼，带一群伊的象的百姓安尼，弄来弄去，行要去水边，来啉水啊，无想讲哇，这群象吼。
吼，迄骹地偌大诶，揽来揽去啊，揽对迄个鸟鼠诶，迄个因的别装顶悬去哩。啊，你知影讲揽落到个土然落落吼，哇，有个鸟鼠吼歪头去啊，有个打扁去啊，安尼。哇，一大群鸟鼠吼，安尼差不多损失足多去就对啦。哇，遮个村落来遐鸟鼠讲，赶紧招来讨论讲，吼，即阵枪吼，我庞然大物呢吼，啊，甲咱打死吼，若搁来一摆，啊，咱就寸草不留啊，就对啦。吼，连流传的经济拢无去啊，赶紧来想办法，啊，无性命危险嘛吼。啊，伊想一个办法讲，安尼，咱叫几只鸟鼠哦，较勇敢的，走去水池仔边，啊，起来找即只象王。啊，因真仔走去象王头前讲，象王啊，拜托啦，象王啊，拜托的，阮有话要甲你禀报啦。讲恁离遮无偌远的所在吼，就是阮的徛家呢。啊，阮拢秘伫洞内啊，啊，因滚啊世代啊，子子孙孙伫遮咧繁衍。啊，恁一个要去啉水吼，啊，骹踏过吼，啊，甲阮的鸟鼠啊拢打死了去啊。吼，你若搁打来打去，打几遍啊，阮就拢无剩啊啦。啊，讲你若可怜阮吼，请你敢会当挖对别条路去吼，挖别条路。啊，就是因为像阮即款安尼小东西吼，啊，看毋食物啦，吼，啊，甲你遮象遐大只，啊，毋过吼，无一定有一天吼，恁会得到一寡好处嘛，无一定呢吼。哦，你留阮一条性命，无一定有一天会报答你啊。啊，即个象吼，象王安尼诚自信啊，想的讲好，啊，既然吼我打过恁的遮的房屋，啊，我踅你别位去安尼。啊，这故事咧讲起着安怎呢？过无偌久，市内迄个人啊，迄个王啊，要来掠大象，命令这个掠象大队吼，啊，甲这个象拢掠起来，啊，包括这象王啊，啊，因迄个足粗的手，啊，甲绑只象吼的骹啦、颔骨拢绑个，啊，去绑伫迄大树的树壳内底，下顶悬安尼。哇，拢袂叮当啊！象吼是为束缚，是为限制啊。这象王就开始想讲，哇，到底什么办法？啊，要用甲带，我虽然足有力吼，啊，迄手啊遐粗吼，会去伤着啦，无法度。伊想都想无，突然间互伊想讲，无偌久以前，一只遐鸟鼠啊，甲我讲，你老需要咱找阮呢？啊，就真正，伊甲因迄阵象内底有诶无互掠着诶，啊，因走来边仔咧看，甲一只母诶象吼讲，你拜托去咱顶界要啉水迄个山坡吼，去找鸟鼠，拜托因来甲咱帮衬一下安尼。即只母象真正走去到迄个鸟鼠聚集诶所在吼，啊，甲因拜托讲，恁敢有啥物办法来帮阮遮会受束缚诶大只象安尼啊？遮象王甲象群拢互掠着啊安尼。啊，像安尼，迄遮个鸟鼠吼，就规大堆啊，拢走来到这大树的边啊。大家看到讲象吼遐有力，啊，毋过迄阵变做上无力的啊，因为因带袂长啊。但是即阵鸟鼠讲，咱有一样武器，比象较有力，大家拢爬起去到迄大树的顶面吼，用因的上力的喙齿吼，甲迄大丛、迄大棵的树夹了，迄个树就断去啊！啊，这个象就得到拯救啊！无亏咱遮鸟鼠竟然救到大只象，是表示什么？你对人有恩慈，别人报答你就是救你的性命。佮另外嘛，共款即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啦，吼，伊索寓言的故事就是讲鸟鼠啊，迄个狗兄报恩。这故事伫迄个伊索寓言内底讲，有一只小只狗兄无细字吼。落入去水泥内底啊！啊，这狗兄无啥会受水，无偌久就要淹死啊！突然间一只粉鸟啊，看到一只狗兄伫咧水安尼挣扎吼，赶紧吼，伊就飞去树啊边啊，夹一粒叶啊，赶紧弹落去伫咧狗兄边啊！哦，迄只狗兄看到遐大粒的叶啊吼，赶紧爬起来，哇！啊，就会当迄个叶啊。流去到溪边，爱就爬起来啊！啊，只狗仔赶紧甲即只粉鸟洗倒下，
过无偌久，即只狗遐毋过行到河边啊，看到拄啊好有一个拍拉的人，哇，摕到迄个弓箭吼，弓箭啊，准备要来射迄只昆鸟啊。啊，这狗遐讲，哎哟，安尼若互迄箭射着啊，即只昆鸟早就无命呢。只狗遐讲，啊，我要来甲救啊，要喊大声嘛喊无啊。蚂蚁吼急中生智啊，伊嗖去到狗遐，啊，迄个拍拉的人吼，猎人吼，伊骹边吼，怎甲夹一卡，夹一喙安尼，甲迄个猎人夹一空，夹一个，啊，迄个猎人挺一个吼，怎手要去摸的时阵，哇，迄个箭射咧边仔去啊，啊去，迄只粉鸟赶紧飞走安尼。因为这是古早流传出来迄款感恩的故事啦。你对别人有恩，别人回报你，可能搁较大。啊，这是咱对看到的故事。啊，所以这个故事互咱一个提醒，就是讲，你有时对人一个小小的祝福、帮赞，有时会变做你救命的恩典。历史中真侪出名的人嘛咧讲感恩的话啦，吼。马丁路德讲，袂晓感恩，就亲像咧偷体。你袂晓感恩，就亲像咧偷体。迄个诗人但丁，伊讲即个讲，放伫地狱中间的，吼，关伫地狱的啦，吼，毋是肉体的罪啦，就是遐个吼，安尼愁眉苦面安尼，毋知感恩的人，关伫迄家家拢是这，哇，关伫地狱的所在。咱民间有一句俗语讲，人袂当忘本，心袂当忘恩，吼。手悬万丈无忘根，人若飞鸿无忘恩安尼。伊是讲树较大丛吼，你都根爱直咧啦，若无根吼就无效啦。人你安怎偌年啊发展，你毋通袂记人的恩典，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时段、你的好朋友对你的帮助。故事咧讲，上帝吼派天使来世间，摕两个地啊要来收物件，一个地啊叫做感恩地，一个地啊叫做祈求的地。啊，一个招一站了吼，要转去天国，要去天顶啊，发现讲，迄个感恩地吼，安尼空空啊，无啥物啊。啊，毋过迄个祈求的求讨的地啊吼，哇，底袂了，搬袂振动安尼。啊，这什么意思？咧表示讲，人常常吼是爱要讨要求，但是袂晓感恩。今仔日是感恩节，虽然这是对美国传来的感恩节，但是迄个故事啦，事实是同款的。咱台湾有台湾人的感恩节，但是你知影迄个感恩的意义是甚物？吼啊，所以咱无共款的赞许拢都爱感恩啦，无共款的赞许拢爱感恩。第一，环境好歹拢爱感恩，环境好歹拢爱感恩。信靠上帝，相信伊参与咱每一天的事务。咱知影讲主拢甲咱同在，无论是好环境歹环境，咱拢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安尼讲，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的属基督的人安尼做。啊，所以拄则咱的慈宝老师在带诗歌时咧讲，有的人吼跋倒嘛咧感恩，看起来毋是讲袂疼，也是无代志，是讲好佳哉。所以用感恩的心，你迄个艰苦就无去啊。第二项，咱来用施恩者来感恩。谢恩的人，毋是将你得到的好运啊、好代志啊，拢是你的运气啊、你的命运啊，哎呀巧合啦，吼，伊得到什么彩券啊，我得无到啦，啊，伊得到是伊的好运。真正会晓感恩的人是。你要感谢是上帝迄个圣佮善的开力，迄开力伫伊的奇妙的内面，咱有得到。但你历史2章23节安尼讲，我的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称赞你，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阮求问你的，你已经启示我，将王爱要早的指示阮。但你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虽然伊伫王中经历真多的危险。啊，搁灾难，但是因为伊是个感恩的人，常常
家己伫家己的蜜房咧祈祷，上帝互伊伫王宫的内面一尽拢得到幸通。第三，毋是因为你拥有啦，吼，讲啊，我有遮个吼啊，真澎湃，今年吼啊，我股票趁偌济啦，我事业做偌好啦，才要感谢。我的工课头路足好势，毋是，是因为你是蒙恩者。为了你这个人蒙恩来感谢，毋是讲我得到偌济来感谢。安尼大家知影意思吼？迄赞数是无共款的。啊，安尼明年你拄啊好做生意啊，无趁要安怎？你蒙恩的意思讲，我这个人伫主的内面是永远得到恩典的，无一定我的境遇，无一定逐项拢真顺境啊。所以信靠上帝，毋是为着完成的事来感恩啊，是因为伊为咱成就这个事。我成就这个事，我会感谢，但是我是主为着我成就，我来感谢。因为所书5章20节讲，就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咱的天父上帝。靠耶稣基督，意思是，毋是讲我会厉害，我的能力吼，啊，我有甚物款才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逐项代志来感谢上帝。第四项是感恩，是将功劳归乎应得的人。感恩是因为你知影讲，我得到这美好，毋是干那为着我家己，是将恩典也是功劳归乎，若是对信仰来讲是归乎咱的主。感恩是要互上帝所欢喜，甲荣耀归乎恩典的主。兄弟姊妹，诗篇69篇30节到31节讲，我要用诗歌称赞上帝的名，嘛要用感谢尊伊最大。用诗歌称赞，拄则咱敬拜赞美，咱唱诗歌来学了上帝。咱搁爱用咱的感谢的行动来尊伊最大。讲安尼会做互上主欢喜，会互上帝欢喜。讲比献牛、比献有角、有蹄、有迄个骹蹄的牛搁较好。意思讲献实际的祭物吼，你对上帝诗歌感恩，用感谢尊伊最大吼，比实际上献一只安尼遐尔水的牛，搁较重要就对啦吼。有看到一篇小小的文章，伊咧教导讲，咱伫什么境遇拢都爱感谢吼。当然你嘛会使怨叹啊，嘛会使责骂啊，嘛会使安尼咒詛啊。但是伊讲凡事爱感谢，伊用安尼来描述啦吼。伊讲爱感恩伤害你的人，因为伊磨练你的心智。伤害你，啊，搁要爱感恩哦，因为伊磨练你的心智；爱感恩欺骗你的人，因为伊增加你的智慧。哇，迄诈骗有够济吼！啊，你若互伊骗无对，讲哎感谢你，好佳哉，我互你骗一下，知影讲迄个道义毋对安尼吼。爱感恩中伤你的人，因为伊磨练你的人格；爱感恩鞭拍你的人，因为伊激励了你的斗志；爱感恩遗弃你的人，因为伊教导你应该独立；爱感恩甲你绊倒的人，因为伊强化你的双骹；爱感恩责骂你的人，因为伊提醒你的缺点。啊，这个拢是负面的，对毋对？我若拄到这个一项，我就惨啊！啊，拄着遐侪项，但是竟然这个人的心智遐强，讲我为着这个感恩，因为这个拢成做我的养分就对啦，成做我的养分啦。伫顺境的人吼，无一定会拄到这个操练呢。但拄到逆境的时，你有这款的心态，因为你的心够强大，吼，你的心有够成熟，你的信仰有够强，所以约瑟拄到苦难的时阵，伊嘛是感谢上帝；但以理拄到艰难伫王宫受束缚的时，伊嘛是感谢上帝。咱拄到的困境甲艰难，敢有变较大？但是伊突破，而且赢过，而且对上帝领受上大的祝福。所以最后这段结论，你讲感恩所有互你坚强有成就的人，因为日出东海落西山，秋也一天，喜也一天，拄到代志无转牛角尖啦吼。
安尼你互别人足舒坦，啊，家己嘛舒坦。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过感恩节，咱为着50周年吼，对旧年开始，咱讲是毋是咱将咱的感恩用迄个行动来装备？伫50周年的时阵，咱要推动各项的庆祝、训练、大型的事工。咱两万讲通过兄弟姊妹，你我拢有份，无论是钱多也是钱少，你有气力就出较济，无气力有参与。啊，互咱感觉讲，即个事工毋是长老的份，也是牧师的份，是逐个人拢有份。啊，互伊通过即个庆典、即个庆祝，咱五万讲2026年，规年度有无共款的系列的活动，有动态、有静态、有演习的，吼，啊有各种的大型的礼拜，咱通过即个亲像保罗先生伫上帝面前，甲上帝献上感谢。伊安那甲上帝讲，伊讲我时常为着恁感谢我的上帝，因伊通过基督耶稣赐恁逐项的恩典。互恁通过基督得到富足，充满逐项的口才甲知识。因为基督的信息一直在中间坚固咱，愿咱逐个人拢领受到这款的恩典。因为这个50周年的庆典，若只干那少数人咧闹热都无意思。是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无论是50年前就一只，还是最近今年才开始。你拢有份伫即个50周年的喜乐、感恩的中间。兄弟姊妹，咱下面要来为着这个需要祈祷的兄弟，来为着恁做服侍祈祷，为着这个有心内有软弱、有病痛，要爱主去医治的，咱要请敬拜团有亚麦古来斗带诗歌，咱要请咱的代祷团队、咱的长老准备心，啊，咱兄弟姊妹，无论是5楼还是4楼。伫咧心死的中间，请你勇敢行来主面前。当你踏出这个脚步，你的信心就出来啊！勇敢伫主面前，咱要来吟首诗歌《赐我自由》。咱一个吟，开始吟的时阵就开始，兄弟姊妹就近到头前吼。请刚刚会让亚麦古来到唱首诗歌，做来吟。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勇敢欢喜来到主面前，来免客气哦。来到我的生命，代祷团队让来到安排这个座徛的所在，就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开始就位，大家免歹势，免客气。5楼、4楼的兄弟拢过来。当心自基督的气力，是得到上帝的悦纳甲恩典的。来到我的生命，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勇敢哈！来到头前第一排，就是要受服侍基督的兄弟。主的心啊，你的位，到位就自由，随感随物，能够担当。主的心的好我。细声，咱请同工开始为着头前的这兄弟来服侍。咱坐伫座位的兄弟，你嘛家己祈祷。有真多需要你代祷的，有病痛中的兄弟，有你的亲人，有的还未信主的，有的心内有忧愁甲软弱的，咱拢求主亲自赐落伊的恩典，赐落伊的医治，赐落伊的头棒。咱开始服侍的时阵，咱用完细声，搁来吟。
感谢主，我的上帝上帝，从这兄弟交到你的双手，求你施恩怜悯，你的医治透放你的中间。主啊，使到你的疼痛，使到恩典，使到你的祝福。愿被上帝你亲自看顾甲扶持，怜悯甲平安拢伫我的中间。咱请敬拜团继续带咱这条歌继续唱。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听我的恳求。主啊，赐咱医治的神伫阮中间，感谢你。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落苦担当，主的心的我要请兄弟姊妹，你拢对座位徛起来好无？咱搁来唱一遍这条《赐我自由》，愿主透放医治的诗歌。咱祈祷，咱继续。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命，我主我心活着的忧愁，我主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感谢咱的主，咱这个顺要奉主的名来做祝福的祈祷。咱在座兄弟姊妹，你咪当借你的手换你的心，咱做伙奉主的名来祝福。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行动，总是你看阮的内心，知影阮有较无需要主你的医治，阮需要主你的安慰，需要主你心灵的医治甲鼓励。主啊，徛伫头前的兄弟，因对心中对主恳求。因所欠缺，因病痛也是软弱，求上帝祝因的心愿亲自赐落你的医治伫因的身上。悲上帝，阮为着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是伫线顶的兄弟，阮逐人换伫阮的手，伫阮的心。悲上帝啊，阮逐人拢有无共款的欠缺、软弱甲需要。愿悲上帝照你的心意来成就，来应允阮逐个人伫主你面前所恳求的。主啊，特别阮为着教会中有长期咧静养的，有伫静养中康复的，有诶近期接受治疗的兄弟。主啊，阮伫周报内面为着代祷团队所有的名单内面做代祷，愿上帝你来应答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特别阮有诶兄弟姊妹有拄着癌症细胞的攻击，因有诶身体真软弱，拜上帝啊，照你的心意，照你的疼，扶持怜悯因。扶持保守因，互因的治疗得到功效，互因得到你的保护，心内有信心甲较仰望。拜上帝啊，我也特别为着天气变化，慢慢有真多诶，即个感冒、传染诶，即个毛病伫阮中间，求你怜悯，赐落你的平安甲医治伫阮众人的中间。拜上帝啊，愿你赐福阮，阮毋但是领受着健康的身体，阮搁较有喜乐、活力的心智，而且有较无的灵来迎接上帝你的祝福。阮伫这个感恩节中间，阮感恩是全人的感恩，是领受祝福的感恩。感谢你恩待赐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伫徛伫头前这兄弟姊妹，求上帝你亲自赐落你的恩典甲医治透放。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泡泡感谢主，谢谢大家，请回座，大家请回座。愿主赐福恩典成就伫咱的中间，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
即时，请咱三甲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即时咱要来坐读本月金句，咱来读2摆，请。因为人用心信，得到得到义；用嘴认，得到得到救。罗马书10章10节，搁一摆。因为人用心信，得到得到义；用嘴认，得到得到救。罗马书10章10节，即时由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主日敬拜服侍当中，主礼是刘进典牧师，司会是李维文长老。轮节的事奉当中，请咱家己来看。咱请掀开第4页，具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感恩节奉献主日。咱即届的奉献的主要目标是为着设到50禧年感恩节庆的奉献。小会决议来迎至2026年本会设到50禧年，已经有组织庆典筹备委员会正式的运作。那么邀请兄弟姊妹同心，为着设到50禧年的重要的事工，做伙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看第3点。本会定伫即礼拜5 11月29号暗时7点50，要举行大港节圣诞点灯的祈祷会甲点灯式。咱已经看到伫1楼的圣诞的这个树已经来正式完毕。那么伫即礼拜5暗时7点50，举行全教会感恩祈祷会。伫8点40，要做伙伫1楼的这个广场遮要来进行点灯的点灯式，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做伙备办心，迎接救主的降生。咱看第4点，本会圣诞节庆典的事工报告第1小点，圣诞市集，咱要定伫11月14号拜六下晡的1点到6点。伫咱本会敬拜中心1楼的这个周边的平台，咱要举办圣诞市集。
咱有要招募15个单位来结合社区，做伙来推动即届的圣诞市集。咱要用园游会的方式来进行购买，所以要鼓励兄弟会当来认购园游券，将这个园游券来分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做伙来参加咱的这个圣诞市集的活动。第二小点就是搁落去迄个礼拜12月21号拜六的下晡1点到6点。伫本会敬拜中心1楼，咱要举办圣诞二手市场。这是要由国务区的小组来发起，来排单位，嘛要邀请社区的朋友做伙来参加。伫咱的二手的市集，这整个的费用甲收入，咱要来做未来要用做伫社区资产的时间来使用。咱看第3小点，救助圣诞赞美礼拜定伫12月22号主日来举行。咱要伫9点就开始，迄天的第1堂和第2堂，咱会合并来做伙举行，由圣歌队甲管弦乐团做伙献唱圣诞清唱曲7首圣诞颂歌。那要邀请兄弟备办心，嘛邀请咱的 best。甲咱的朋友做伙来教会来共同庆祝救助降生。咱看门徒事工的这个演习的消息第3点，伫第6页第3点，2024年的这个冠冕真道理财的课程，咱已经计划要伫12月7号。12月7号拜六早起10点来举办理财有道的课程，这是咱富强教会的第5期的理财有道课程。这届的课程内底，咱会邀请冠冕理财这个协会的理事，甲因的主任会做伙来带这10个礼拜的这个课程。所以咱的名额有限，请各位兄弟，你如果对于圣经的理财这方面你毋茫有搁较侪学习。会当帮助咱正确、搁较有智慧来使用钱，更加有效率来欠钱来奉献，自由的来服侍上帝。咱会当透过这10节课的课程来参加学习。你若有兴趣，请你来扫这个 QR code， 就会当来做报名。那报告到这，请牧师来做补充。好，真多谢吼。咱这个消息咱的。会期指示报告真详细，我来补充其中的几项。第一项就是讲，咱对去年开始咱推动这个感恩节奉献。去年咱拢总有195笔，拢总96万块的奉献咱大概今年搁明年大概3档5万讲会当累积收集咱大家的奉献，咱通推动2026年。所有的圣工，当然办活动费用是迄个有一个数量啦，但是咱毋茫讲咱的礼拜堂已经献堂10几档看会当做一寡安尼较明显的修整，会当搁较水，还是讲有一个搁新的一个开始安尼所以咱期待今年上至少会当突破100万，大家毋知有信心无毋茫讲咱大家拢有份毋是讲济少的问题，是咱鼓励讲，比如你的家庭，有时你一笔奉献嘛足好，毋过你若讲训练你的囡仔，亲人讲来，你小朋友你奉献100块，嘛会当用一个题仔甲写落去，用你的名来奉献。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教育真好教，毋是济甲少的问题，是有份参与的问题。鼓励咱大家今仔日时间也是无方便，无准备，咱这个奉献地业伫周报内底咱能早转去，后礼拜再来做奉献，这会当安尼有几礼拜的迄个行动，愿咱大家踊跃做伙有份来参与至少咱拢有份伫这个事工。第二，咱伫这个第7期的幸福小组咱请继续来为着这个已经决志准备要交出这个洗礼的申请书的兄弟祈祷。咱周报内底有写讲咱已经有13位已经报名好迄是名单有收到的。有的小组长讲已经有决定要洗，但是单都还未入来，咱就还未写名伫中间。咱为着
伫咧祈祷中为着遮已经放伫中间的遮个名单，咱来为着因祝福祈祷吼。啊，望讲会当突破，看会当超过20个吼，大家来洗礼安尼。过来，伫后礼拜吼，后礼拜咱有要举行第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是邀请到伫高雄的即个真爱教会刘进典牧师。啊，伊进前就是推动幸福小组的一个核心同工啦，较早伫福气教会。啊，伊领导遮个事工福音吼，拢真有成功哦吼。但是伊家己本人家己有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要分享。啊，所以后礼拜咱要请刘进典牧师来见证伊安怎伫差不多伫中年的时阵，伊的家庭拄着真大一个坎站，啊，都是上帝引带伊行过吼。啊，所以唔干那咱遮的会友来听，都咱真好，毋过无够啦。咱来邀请朋友，邀请 best 哈，邀请你的厝边，讲来，咱来听一个牧师要讲故事，互咱听。啊，招伊第1场还是第2场啊来参加吼，鼓励咱大家踊跃吼来带引带安尼吼。啊，拄则咱有讲荣耀丰收。剩最后一礼拜，咱到30号就截止啊。就是讲，咱搁一礼拜连锁禁遮祈祷。有个兄弟讲啊，我听着袂赴啊，可能都要了啊，袂要紧。你都伫你的祈祷中有哪参与伫即个祈祷，哈，咱有迄个祈祷的大祷事项吼，啊，咱参与伫内底，啊，咱剩最后一礼拜，大家继续努力吼。啊，过来是咱的即个咱。12月初8有要举行即个年度事工研讨会吼，啊，咱各单位啦、小组长、事务团队、中级吼、同工者准备心参加。特别呢，咱有资料爱赶紧伫即礼拜来送互咱的小员干事，互伊来整理资料吼。啊，甲恁的即个事工的报告拢会咱交出来，安尼啊，人做伙来遮学习哈，做伙来检讨安尼。啊，过来是咱。基督教晨曦会吼，就是一个专门在做即个戒毒吼，戒毒的即个协会已经成立40档啊。伊这边吼，伫台北举行1场，啊，第2场伫台南，要伫咱的教会，伫过来拜六30号下晡吼，伫即个所在1点半来举行即个晨曦会伫台湾成立40档的感恩礼拜。啊，咱虽然想讲这戒毒的代志，甲咱教会内底确实无啥关系，其实足有关系。兄弟姊妹，你敢知影？正伫家角内底吼，有2种人上多啦。一种的就是诈骗的车手，吼，一大堆啦。像顶届无咱听到迄罗志明，迄个董事长讲的，讲吼边仔拢一大堆诈骗的。第2种就是食毒。啊，咱家角开较济嘛，袂赴人乖。是因为这是社会一个病态，啊，这晨曦会就是一个努力，用基督的信仰，毋若是传福音，互伊，佫会让远离这个毒瘾啦吼，迄是足有贡献，啊，真侪人得到帮助，啊，因为甲咱的艳芳姐妹有关，有这个熟悉，所以照咱的场地要举行，啊，你若有时间，欢迎你来参加。来听伊的见证，吼，了解讲伊这晨曦会安怎40档安怎行过来，吼，拢是靠大家的关心甲奉献啊来举办的，吼，啊，请大家踊跃来1点半，11月30拜六下晡1点半，吼，啊，最后佫一个报告就是讲，咱2025年的月历，吼，有2种迄个主题，吼，已经伫楼骹1楼。啊，请每一个家庭去签名领1份，好无？吼，领1份啊，准备讲啊，摕倒你的厝吊起来，准备要过新年啊，就对啦，吼。啊，一个家庭1份哦，吼，啊来甲咱的迄个招待人员来领安尼。好，啊，最后我来做一个介绍，有一个新朋友伫咱中间，叫做曾奇芬，对无？曾奇芬姊妹有伫遮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参加吼，伊遮是有咱附近教会啊，伫咱遮3个礼拜欢迎你吼。过来，咱有看到一个家庭啦，伊讲有捌来过啊吼，就是咱
伫高雄的新生教会一家吼，4位来站起来，各位，甲你欢迎一下。来，高雄新生教会吼，咱小可捌一个，因讲伊伫遐，但是有时去转去高雄，有时在台南的时就来咱教会啦吼。咱甲看一下，看到伊莫讲，青西西所毋捌人安尼吼。咱的即个新生教会心人的牧会进就是，咱之前伫咱遮做新学生，慢慢做青年曙光的即个陈宏恩牧师吼，陈宏牧师伫遐吼，伊较早伫咱台南的所在服侍安尼。好，请坐，多谢欢迎恁哦，吼。上迎，请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后，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应更变救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当心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顶头、圣神的施恩、引带保护看顾，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阿免。大家请坐，默祷来避讳。